無形存在嘅空氣係我哋維持生命嘅基本條件之一。而近年來，空氣污染日益嚴重，已成為多個國家共同面對嘅問題。呢個唔單止關乎環境保育，亦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關。懸浮顆粒係主要嘅空氣污染物，來源包括汽車廢氣、工業排放同建築地盤粉塵等。懸浮微粒嘅體積越細小，就越容易被人體吸入，深入肺部，甚至進入血液循環。針對呢啲日常挑戰，Acti-Lungs Drink 潤肺清喉煙就係一款草本飲品，專為長期接觸污染空氣及吸煙人士而設，結合咗青梨、柚果、金銀花、薄荷、甘草、桔梗及羅漢果等多種傳統同現代草本萃取，有助肺部嘅日常。產品嘅核心亮點在於獨特嘅青梨柚果萃取，呢項成分曾榮獲2017年第45屆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牌。科研發現，青梨柚果所含嘅多酚類及綠原酸活性成分，分別比一般熟果高出13.7倍同14.5倍。其豐富嘅綠原酸、維他命 B1、B2、C 同胡蘿蔔素等營養，對身體保養有正面作用，亦可關注肺部同呼吸道嘅日常健康需要。配方亦加入金銀花萃取同綠薄荷萃取粉，兩者皆被視為有助咽喉及呼吸道日常保養嘅草本成分。金銀花可應對外在嘅刺激，而綠薄荷則含有薄荷油、薄荷霜及多種礦物質，為身體提供溫和嘅滋潤保護，進一步關注喉嚨嘅不適。甘草甜素含甘草次酸同桔梗萃取，係配方中針對咽喉保養嘅兩大草本成分。呢兩個成分喺傳統草本中被視為有助日常保養嘅成分，對長時間講嘢或身處空氣質素較差環境嘅人士特別有幫助。羅漢果萃取喺傳統草本中向來備受重視，含有羅漢果甜苷同多種氨基酸，對咽喉同呼吸道日常保養有幫助，並對身體嘅日常狀態有正面作用。Acti-Lungs Drink 潤肺清喉煙，每日1至2瓶，建議午餐或晚餐後飲用，雪凍後口感更佳。本品特別適合長期喺戶外，經常吸入二手煙，以及關注咽喉同呼吸道日常保養嘅人士，恆常飲用有助保持喉嚨舒適同呼吸道暢通。